政府企圖收緊永居條件 （HSMP） 嘅教訓值得重溫。英國移民制度百年累積，原則雖然可以調整，但有一條底線唔可以越。政府唔可以追溯改例，唔可以將已經按舊規則作出人生決定嘅人推落懸崖。當年 HSMP 高度技術移民計劃，正係一單因追溯而引發，最終以政府敗訴收場嘅經典案例。今日政府企圖收緊永居條件，呢段歷史尤其值得重溫。HSMP 推出於2002年，係英國首次大規模以政策吸引全球高技術人才。指引寫得清楚，居留1年後可以續3年，連續4年經濟活躍者就可以申請永居。呢個係英國向世界發出嘅承諾，你肯來英國貢獻，我就俾你一條落地生根嘅路。許多人正係按呢條路放棄原居地，舉家來英重新開始。2006年，政府突然改變遊戲規則，第一步把原來嘅4年永居途徑延長至5年，唔單止適用於新申請者，而係直接套喺所有已經喺英國生活嘅 HSMP 移民身上。許多剛滿4年準備申請永居嘅人，被迫再續一次簽證，承受額外費用、審查同埋生活唔確定性。同年11月至12月，更狠嘅一刀落下，政府廢除原來寬鬆嘅續簽規則，要求所有 HSMP 移民，包括已經喺英國多年者，重新通過一套更嚴格嘅高分測試，涵蓋收入、學歷、年齡同埋英國經驗，並新增英文要求。舊制度下嘅承諾，盡合理努力融入經濟即可續簽，忽然被一套傾向高收入者嘅指標取代。大量本地工作經驗豐富、收入唔高但一直守法嘅移民，瞬間變成唔再合資格。受影響人士其後提出司法覆核，法院嘅判詞鏗鏘有力。法官 George Newman 指出，政府喺引入 HSMP 時已經建立清楚嘅合理預期，申請者按原規則來英，亦依據原規則安排生活。政府事後收緊並追溯適用，等同挫敗申請者已形成嘅人生安排，既唔公平又欠缺充分政策理據。他指出，呢批人已經喺英國安家工作，其處境已經結晶化，政府唔可以喺此時隨意反口。最終，法院裁定政府敗訴，命其撤回追溯適用嘅條件。政府亦不得不為舊 HSMP 移民恢復原有續簽同埋永居途徑，甚至補充安排部分人仍可以按4年或4+1年完成永居。HSMP 案成為移民行政法嘅重要判例，政策可以調整，但唔可以傷害已按舊制度作出重大決策嘅人。今日政府嘅諮詢文件提出，把永居途徑拉長至10年，並以貢獻制度作為加減年數嘅框架，年期本身仍然可以討論。英國確實需要穩定移民規模，亦需要確保社會融入。不過對喺英港人嚟講，由於 BNO 可以獲減5年，真正切身嘅並唔係10年，而係政府提出嘅2項硬要求：英文能力提升至 B2，以及連續3個5年收入達12,570英鎊。如果呢2項要求被追溯適用至所有尚未取得永居嘅人，後果便同 HSMP 案異曲同工。許多家庭主婦、兼職者、自僱者、全職照顧者、大學生或者因轉行而收入未達標者，將被直接排除喺永居門外。而 B2 英文要求遠高於現行 B1， 足以令不少已經喺英國生活多年嘅港人突然唔再合資格。司法審視嘅核心唔係政府是否可以撤新門檻，而係政府能否無代價地推翻舊嘅承諾。HSMP 嘅教訓好清楚，政策可以變，程序唔可以亂，移民路徑可以收緊，但唔可以拆毀人哋已按現行規則建立嘅人生。英國今日如果忘記呢一點，問題便唔止於永居年期，而係制度公信力本身。
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並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